文廣好記得同梁美芬、陳國偉相識超過15年。梁美芬係文廣喺從政路途上嘅學習對象，而陳國偉就係社區工作上邊互相扶持嘅好拍檔。九龍西充滿住我哋珍貴嘅回憶。咁其實一路以嚟頭先我講嘅，下邊都有講嘅就係我哋又揾港鐵啦，揾唔同嘅部門啦，希望可以同佢哋傾下技術上面嘅困難，或者係個時間點樣做啦。咁啊都係經過咗唔同嘅周旋同埋研究，又揾好多專家睇下呢個地界係點樣，咁最後先揀咗起呢一個即係升降機呢個方案。咁呢個都係好多謝第一嗱，當然係我哋自己一班西九新動力嘅兄弟都真係鍥而不捨啦，即係一路以嚟去爭取去反映。咁啊，美芬教授又喺佢嘅渠道揾到港鐵嘅管理層，直接將市民嘅聲音話到俾你聽。另外一樣嘢亦都好重要嘅就係居民嘅支持，因為其實佢哋都知道我哋係為佢哋去希望爭取一個便利佢哋一個設施，所以其實過去我哋做過簽名，係啦，做過一啲爭取唔同嘅爭取行動，係有內有外，大家合力之下咧，先可以做得成呢個項目咯。10年嘅不屈不撓嘅精神咧，終於咧就完成到咧，佢哋係有希望咧，就係一個升降機嘅。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我想同你哋分享，我哋都好彩，有好多專業人士幫我哋手啊，係啊。美芬教授啊，你記唔記得你咧曾經講過俾我聽，我哋咧西九新動力咧其中一個咧要做到嘅宗旨就係咧地區專業化、專業地區化。咁我覺得咧今次咧呢個升降機咧呢件事咧就正真係體現咗呢個出嚟啦。其實咧唔止呢個升降機嘅喎，仲有好多地區嘅議題咧，經過咗我哋10年嘅努力咧，都係有顯著嘅成績嘅。我哋以後再同你哋分享。九龍西係多元發展同埋富有人情味嘅地方，文廣想將呢一份情懷延續落去，同九龍西各個持份者繼續拍住上。12月7日，請投3號梁文廣。